點解啲上司大部分都係仆街、縮骨、算爆、老乜土嘅同事升得快過做到嘢嘅人？你好，歡迎嚟到私家 TV， 我係史提芬。你聽完我鳩噏，千祈唔好嬲。點解上司大部分都係仆街、縮骨、算爆、老乜土嘅同事升得快過做到嘢嘅人？你做事，佢撚人，你嘅精力用嚟做好件事，上司就係用晒成副精神嚟撚你班細嘅。你幾做到嘢都好，佢都只會識得搶你功勞，話係自己做到嘢，帶到條 team 有成績。如果壇嘢和咗，就話唔關自己事，賴班細嘅做唔到嘢。再嚟咧就係落足心機，假傳聖旨，揣摩上意，上頭老闆中意啲乜，佢就講啲乜，執靚自己喺老闆心目中嘅形象，幫自己向上爬，鋪好條路。賤人做壞事，得罪人嘅嘢，老闆梗係自然唔好意思自己出面做啦，咪揾啲醜人做咯。反正一件污兩件穢，賤人就係用嚟做壞事噶啦。班契弟反正都係反派嚟噶啦，又洗唔到白。班友又恃住自己有得扮勁攞威，又唔介意嘅，咪幫老闆做最得力嘅爪牙咯。最後，大圍環境。如果一間公司嘅規模有翻咁上下，好多管理層都係頭先提到嗰班人一層一層咁升上去嘅，成班冇料扮四條嘅冚家拎，咪就喺度圍威喂咯。佢哋梗係咁樣諗㗎，升件廢柴做個醜人，好過揾件醒嘅上嚟威脅自己個位啊嘛。如果個老闆同啲高級人員都係盲嘅，或者根本冇心搞好間公司，咁內部一片穩定同繁華嘅假象，咪就係呢間公司最大嘅一塊遮醜布咯。如果喺呢啲公司做嘢都真係幾灰㗎，一係你就勁到懟冧晒成個腐敗系統，一係就劈炮唔撈。只不過依家時勢唔好，揾份工都唔容易。旁邊又風大雨大，又唔可以話咁瀟灑，唔做就唔做啦。我史提芬就俾個建議你，就係佢力神 NMN 19800 Plus 男士專用配方。男人嘅嘢冇嘢㗎，都係為咗食好西嘅啫。班仆街中意點樣玩都好，唔好阻住我食好西啊！10大功效包括延緩衰老、抗氧化、強化耐力同爆發力。夜晚執多幾劑都撐得住啊嘛！有香港第一位日本 AV 女優素海霖做代言，夠晒食力，逆天回春，硬邦邦啦！從今日起，佢有佢跳掣，你有你屌西，一於專注搞好自己身體，全力食好西，睬佢老味咩？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 同 share。留言 comment 話俾我知你遇過最撲街嘅上司啊！想試下力神 NMN 嘅威力，條 link 我就放喺影片資訊欄嗰度，大家記得去支持下啦！中意呢條片嘅記得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follow 我哋嘅 IG， 加入埋我哋嘅 TG group， 咁就可以緊貼我哋更加多嘅資訊啦！我係私家 TV 嘅史提芬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